来看台南大学自新传承艺电的文化哦，成立民俗体育队已经30档咯。因的创意送钢钉，捌连续摕到7摆的全国冠军哦。毛去双十等内等活动表演，咱做伙来看卖。 现代音乐配合花式创意的脚步，和台湾传统的送钢顶头有新的表现。已经成立超过30档的台南大学民俗队，又搁伫2023年全国创意送钢顶头比赛摕到冠军。体育系教授蔡宗成讲，训练过程下真侪功夫。加入这个新的创新，但是是依循传统，所以表现出来会感觉比较优质，所以会跟普通的不大一样哦。但是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个让民俗体育能够渐渐的登上舞台经由这个师范体系的一个提倡跟优质化然后让各界还有这个学校学生所接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台南大学民俗队创意送钢钉连续摕到7摆的全国冠军，创新的内容唔来点庙埕看会到，一寡国内外大型活动也拢有因的影子。这款付出，就是为着一份传承台湾文化的心。从舞龙扩展到舞狮、战鼓、宋江镇等等，也曾经获得宋江镇7次的冠军，然后也培养很多这个民俗体育的人才，现在都在这个各级学校，尤其小学。 来从事这个民俗体育的活动。传统的艺电除了互人看热闹，也透过台南大学民俗体育团队的表演，将珍贵的文化资产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